学生帮高高中地新会地上 VR 目镜进入皇冠真实的模拟场景，体验分别蠓仔组成的危险区域。发现决绝容器，利用工具刷洗，将决绝倒入右沙桶。但其实天高的疾病发生的热区，水果局结合 VR 技术，首次开发出创新的防治活动思维课程，不仅当学习清毒方法，也当提升防疫知识。设计2个关卡，第一个是在教室的场景，然后第二个关卡呢是在户外花圃的场景。我们先挑选校园2个学生比较常活动的地方，然后让学生在里面练习怎么样清除水桶里面的结节，然后将积水倒出。对，然后里面还有增加就是拿电蚊拍电蚊子的关卡这样子。该课程设计活泼趣味，学生会当先伫沉浸式环境中操作，佮再将理论转化为实际行动。未来进一步拓展到周边的社区，协助防蠓检查。登革热要政府跟民众一起来防治，那这样效果会比较好。那也希望大家一起来共同防治登革热。我想行道清刷、清除积水容器是非常重要。天高在爱大家齐心防治，跳脱传统的防疫教育，这套 VR 技术更让囡仔在安全的环境中学习，提升防疫能力。台湾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。